家看看，工资只有9800的小工厂，今天午饭吃啥？好几天没有来厂里，饭也没有做，视频也没有拍。现在是下午4点半，路过厂里，顺便来淘点吃的。前天去了一家我们金坛著名的小馄饨店，那个味道真的是杠杠的。今天我就用冰箱里的剩肉给自己做一碗念念不忘的小馄饨吃一吃。1块钱买的馄饨皮子，没想到会这么多，根本吃不完。我今天做的这个小馄饨，口感偏向于千里香的，就是有嚼劲的，又嫩又香。我的娘耶！开放。願我會揸火箭帶你到天空去，在太空中兩人住。願我會揸火箭帶你到天空去，在太空中兩人